那么再是参好，参呢，我就这几个方法，就是第一六祖或深秀大师那个记，身是菩提树，心是明镜台，事事常复事，勿使惹尘埃。这么体为的，事事常复事啊，勿使惹尘埃。我们这个身体每天所做所为的都是菩提树，那么行的是菩提道哦，利用它做功德哟。那么这个中间就是心是明镜台，那么欲缘有什么尽量事事常复事，勿使惹尘埃哦。这深秀大师这个句子很好，在事项上说。那么在理性上说呢，就是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那更好。